爷，哎，年上好啊！好，好。除旧布新，老汉我一大早就把咱府上的门神给请来了，怕打扰您，我在这候了一会儿。哎呀，钱叔辛苦了，祝钱叔过年好，钱叔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啊！哎呦，谢小侯爷吉言，谢小侯爷。听您的话呀，老汉我心里暖和。老汉我，行，别暖和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接门神吧。我也看看到底怎么个接法啊！走。这是谁呀？啊，神荼，大神仙呐，驱邪捉鬼，保佑宅院不受妖孽的侵袭，万事安康的。那这个呢？玉垒，神荼的弟弟，兄弟俩都是保宅护院的神仙，都龇牙咧嘴的。没秦玉他爷爷看着亲切。哎，秦玉啊，也不知道上个月托人给你捎去的裘皮厂子你收到了没？老天保佑，开了春吐蕃不要有异动才好，好让秦玉全虚全影的回来，就是我今年最大的心愿了。哎，你看你弄这么多吃的干嘛？这不是浪费吗？你不说少弄点儿？你，哎，净乱说话，也不怕老祖宗听见生气。祭奠完就搬回家了，还不是家里吃。夫君焚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刚才又见你掐断了好几根呢。哎，你说今天二女不来说不合适啊？这都是一家人，不好吧？他来做什么？死了也进不了祖坟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乱说话。哎，夫君！哎，夫君干嘛去啊？走，你也别问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早点回来啊，还要贴窗花呢。一会儿就回去。进去。认识吗？这个呢？行了，这都是熟人了。回。再过个7、80年呢，我夫人还有你就变成这些牌牌了，都摆在这儿。啥样？干嘛呀？又不杀你。今天带你来就是混个脸熟，争口气，怕什么呀？好，服了你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扛不动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就是看不惯这些规矩，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就不能进祠堂？为什么就不能合葬啊？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哎，呸，算了，大过年的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，你明白吧？明白，谢过夫君。其实合不合葬，妾身并不在意，妾身在意的是夫君的心意。最近妾身长了不少，你看看。晚上看，少在这给我逞劲。这就是大慈恩寺的钟声。你干嘛去啊？这过了子时就不让出去了。找钱管家放报杆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放？我还等着辞旧迎新呢。谁家这个时候开门放报杆啊？这门神都在路上呢，这开了门容易进不干净的东西。门神怎么也不坚守岗位呢？都干嘛去了都？那什么时候放啊？等正月15啊？这不守岁呢吗？等过了卯时啊，钱管家自然会开门放报杆。平时也不见你看，这会儿倒凑热闹了。哎呀，夫君，你快帮我看看，二女这死丫头鬼精鬼精的。
这丫头这骑术快超越我了呀！哎呀，不行，回天乏术了，输定了。彩头夫君给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彩头连同压岁钱一块儿给。哎，给我拜年。给这么多干嘛？一个铜板就够了。你糊涂了吧？这过春节哪有不给压岁钱的？什么压岁钱啊？今天又不是春节。不是春节是什么？过年。今天是元旦。今天是元旦啊。那什么时候过春节啊？立春就是春节啊。夫君丢了记性，不会连这个也忘了吧？还跟人家当教授呢。啊！死丫头，快把压岁钱还我！嘿，还过来！还过来！这啥东西？快点还！我钱干嘛？在哪？放哪？夫君，礼单拟好了，看看有无纰漏。夫人啊，这个是不是写错了呀？这怎么会错呢？这兰陵公主到咱家常来常往，又是先帝的女儿，夫君算起来也还是人家的晚辈呢。这送一份过去才合礼数嘛。既然夫君不愿意低个这个头，那就免了吧。只不过妾身想啊，也不知道兰陵公主如果真的收到这份礼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妈，笑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送还是不送啊？合意了吧？那你按这个办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把曹尚书也加上去。我跟他儿子老五关系不错，又是同僚，送点礼，将来也好有个照应嘛。那是自然。对于夫君这点，妾身还是很佩服的。自从夫君病好后，京城那些有身份的人都爱跟咱家打交道。这过年啊，就有10几车礼品送来呢，都是京城的世家。那是。哎呀，夫君，不嫌脏，大过年的弄得灰头土脸的。哎，刚夸一句就上头了。娘子啊，昨天为夫给你念的那个诗句如何？哎呀，夫君，其实忙都忙死了，哪顾得上呢？你去念给二女听吧，妾身去前面派发礼品了啊。明珠投案，生不逢时啊！夫君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妾身忘了告诉你了，钱管家说山庄的园子修好了，问咱们什么时候过去，他好有个准备。这么快就修好了？对啊，都修好了。夫君定个日子吧，咱们过去住些时日。那现在就去吧。二女，二女，别喊了，今天可走不了，这礼都没派出去呢。哦，那明天去？行啊，那你明天去吧，只要正月15前赶回来就行。那你明天，二女，二女，奇怪呀，平时喊这丫头都是 biu 的一下就出现了，今天怎么没 biu 呢？哎，算了，我去找她。你呀，先准备礼单啊，你别耽误正事儿就行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小侯爷，二女呢？回小侯爷没见二夫人，没见。没见。二女，二女，二女呢？二女，看见二女了吗？小侯爷，啊，行了，明白了。哎，你这个胡子，你，哎呀，怎么了，二女？坐这儿干嘛呀？多冷啊！谁欺负你了？我给你做主。啊？夫君，今年初2，不想哥哥了。啊？你想你的家人，我也想我的家人呢。夫君，妾身好了，妾身不想动，想趴在夫君
二女啊，咱们老在这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回屋去吧。啊，要不然我拉你去院子里转转。你看，这虽然一片残花败柳的，但也别有一番景致。哎，那还有梅花呢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为夫给你做首诗。还真做呀！你先下来行不行？我腿都麻了。麻的厉害吗？倒是不太厉害。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？啊？不行，还没作诗呢。哎，好，坐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看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都没有语气。这破丫头要求还挺多，抽你了？夫君哭了一身汗，你闻闻臭不臭？臭，太臭！快，洗澡去啊！抱你回去吧。哎，二女，去哪儿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这眼睛都红红的。哦，刚才我带她去看梅花了，那个梅花红啊，刺眼啊，她眼睛胀得流泪。哎，夫人找我。啊，德昭兄来了，在前厅坐了半晌，说是大年初2专门来给他师傅行礼的。这祠堂也去过了，就等着和夫君说话呢。说什么话呀？这个程德昭他怎么老来呀？那没事就往我们家跑，我都快得豪门综合恐惧症了。哎，子豪兄，给你拜年了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呀，幸亏德昭兄今天来了，要是明天来了，家里就没人。怎么了？年上子豪兄要出门？是啊，那个庄子不是修好了吗？明天打算去看看，顺便住几天。哎，子豪兄真是好福气啊！上次小弟在你那儿避难，在山庄上住得十分惬意。你看是不是什么时候在南山的附近也给小弟买个宅子？啊，不过也没时间翻修了，估计没有办法与子豪兄同乐了。你买它干嘛？你要是这几天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去我庄子上玩几天就是了。没事没事，哎，该忙的已经忙完了。不过爷爷那儿，到时候子豪兄帮忙说上两句。我建议你啊，你就跟你爷爷实话实说吧，就说上我那玩几天。就你爷爷那脾气，他要真不想让你去，你找什么借口都没用啊。对，那小弟先回去了，明天一早在官道上等着你。说好了啊？啊，说好。这小子到底找我有没有事儿啊？小辉呀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还有炭盆。哦，快，炭盆搬过来。让大盆。啊，上车了。好嘞，小辉，你坐稳啊！快点，快点！起正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前面不是打劫吗？德昭兄，子豪兄，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你爷爷有没有难为你啊？没有，他说的特别豪迈。怎么说？他说你出去就别想回来了，真豪放。啊，对了，南陵公主的马车刚才也从那边经过，也是往山庄去的。贤叔，你们走你们的啊，我们俩走走。啊。哎呀，什么情这况？长时间不练确实不行。打的那头叫什么情况？真暖和啊！是啊，你听听这鸡飞狗跳的，这山里边物资还真丰富啊。哎，待会儿咱们去拜访兰陵公主，给她送几串冰糖葫芦，一定很高兴啊！你去吧，这个马屁你拍就行了。我一会儿钓点鱼烤着吃。那我也不去了，烤鱼重要。
哎呀，德胜兄刚才那招真是插的鬼哭神嚎啊！我爷爷说了，成家的男人从小都得会插，改天我教你。你这是用生命在插呀，是吗？哎，夫人，你们都到了啊？啊，哎，这是。德昭兄刚才用灵魂插了几条鱼，说一会儿我们要吃鱼啊。啊，这天寒地冻的，也不怕掉到河里去。哎，给夫君拿件衣服来。哎，不用，你去把栓子叫来，让他弄点柴火，一会儿我们烤着鱼吃。哎，烤着吃啊？那还不如让厨房直接煮了得了呢。那怎么行？是啊，那怎么行？既然我们都有农家乐了，还不原生态一把，就烤着吃嘛。啊，夫人你就别管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弄好了喊你。去吧。好，选一条。那这个大。好，就它吧。这个味道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德昭兄弟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？我急得很呐。我也急得很呐，可是我们要等夫人啊。栓子来了，知道吗？来了。把这个给我均匀的撒在上面就行了。夫人，哎呀，你再不来鱼都要糊了，快！大老远就闻见香味了，你果然厉害。来，这条差不多了。对，我，哎，你吃这个小的。这个给你。你这个叫什么孜然的这个玩意儿，味道真地道，好吃。一点也不腥，还挺鲜美的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儿。哎，子豪兄，是不是咱们把公主一块叫过来享用了？啊，要不我给她送2条吧？这一共才几条啊？你还给她送几条？我们吃什么呀？也是啊。啊，那我给她插2条。小侯爷，兰陵公主来了。怎么说曹的就到了？德昭，你这张嘴真是乌鸦嘴啊！你只要买彩票的话，兴许还能中点钱。栓子，哎，快拿个垫子来再。小侯爷，哎，我把兰陵公主给领来了。欢迎公主大驾光临啊！公主，好香啊！我是不是来的不凑巧，赶上你们吃饭了？没有，凑巧，要不然我也正打算把这些鱼给您送过去呢。都坐吧。刚才还正说着给你送过去呢。想不到如此简单的烹饪方法，味道却这么美妙。又是子豪的主意吧？主意是子豪的，但这鱼是我弄的呀，也是我烤的。公主，你要喜欢，我再给你插几条。不用了，已经很好了。来，咱们再干一个。夫人，公主，这实在是让诸位见笑了。这把过年的饭都吃了，这会儿撑得厉害，实在是喝不下了。夫君，妾身也喝不下了，再喝就吐了。天色还早嘛，要不然咱们进屋再喝杯茶。茶也免了吧，我从城里刚过来，带了好多东西，正好回去收拾一下，也消消食。等晚上得空了再来串门。哦，那公主慢走，我就不送了啊。等了好长时间了，有些累了，上来坐。吃完就睡啊，真不怕胖。别摸人家这里，心里痒痒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去？少得意。说说，这几天是不是过得很惬意呀？那是相当惬意啊！分了那么多红利，昨天又跟他们商量着要准备修一下我们家的花园。就差夫人生个大胖
那天我查鱼的时候，你跟夫人聊得怎么样？你们家夫人好像对我们俩的事儿有所察觉，但就是不说。是啊，开造纸作坊的时候他就察觉了。可是他好像对我们俩在一块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你印象也挺好的，也拿你当外人。但是我故意给他留好印象。自从那天在你怀里哭过以后，我就想清楚了，随你怎么折腾吧。等我老了，你看不上眼了，常来说说话也是好的。不，你这么说话把我说的也太不是人了吧？那我要是就这样想占你便宜的话，我还不早就把你就把我怎么样？你越气人太甚啊！我可不是毛头小子，把我逼急了，就真有把你给就会耍嘴皮。把那天的歌再唱一遍吧，那个调调好听。你唱，我给你伴舞。你唱，我就坐你怀里听，你抱紧点。哎呀，这个姿势啊，我都喘不上来气儿，我怎么唱啊？就知道你今天心不在焉。那天你心里就我一个人，今天还想着别人。我也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明知道你心里没有我，还白白让你占便宜。哎，这事儿我得跟你说个什么？你别口口声声说我占你便宜行不行？我占你什么便宜？那天那个破裤腰带的事儿已经够让我丢脸了，早知道我还当初早就把你给办了。那天那个裤腰带，我今天还扎着。你要不然再看。哎，别！我跟你说实在的啊，早先啊，我这心里边还真存了一点占便宜的心思。可是后来呢，每次一见到你，我就心里边特别踏实，特别舒服，这种想法也就慢慢淡了。那说明你心里已经有我了，比那些上来就想占便宜的还可恨。你可恨，你可恨，你可恨。王子豪一家来到了南山的庄园，休假之余，他还不忘与公主偷偷私会，真是个花心大萝卜。下一集里，王子豪与公主因为造纸产品市销价格的问题闹出了矛盾。这两者可差着清白呢。你清白，你守身如玉，是我把你放错了心吧？